柑仔家具市創辦人洛本天津仁波切為2013年辦理不做請吃飯活動以來，已經整理第13檔，長期關懷指定藥劑南西南華綠色族群。今年活動總共有1301位民眾參加，現場更配合衛生所辦理 X 光檢查甲音樂表演，讓民眾在輕鬆氛圍下照看身體健康。柑仔家具市與蔣陽慈善基金會集結了許多的善信人心，大家共同的支持對我們山區這4區的中低收入戶以及一些弱勢的團體，那我們也以尾牙的心態，將這些弱勢能夠請到這裡來，請他們吃一餐。當然，吃一餐所能夠代表的不算什麼，但是卻是我們的關懷，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。今天就像是我們山裡面的過年一樣，把這麼多人聚集過來，然後請市長來給予關心，讓每個人雖然在這寒冬之中，生活是那麼的困苦，但仍然有希望。市長王偉哲也親自來到現場，跟民眾做伙參加這場溫馨的活動，經在現場發送糖啊，讓大家吃甜甜過好年。最近的這個天氣很冷，但是也希望大家心裡面都是溫溫暖暖的，大家都開開心心的，能夠度過一個蠻好的這個年關。那我相信現場有很多的好朋友，我們謝謝張董事長，也謝謝理事長，所有的師兄師姐，大家真的非常發心，一起來為我們的弱勢的朋友們點燃心中那個燈。那今年也是明年是馬年，然後我們祝福所有的好朋友馬年行大運。活動最後，市長王偉哲也甲洛本天津仁波切做伙發放紅包甲手套，和參與活動的朋友，希望以辦每個行程，請中介受力戶以及弱勢團體吃大餐，用上直接方式關懷大家，做伙過一個溫暖新年。台灣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